好，非常喜欢今日福喜类的节目。今日嘅福喜类嚟到乡亲朋友咧讲嘛嘅咧，讲鸟儿呢件事情，大家會想，你係咩意思哦？大家有發現冇？特別到中下嘅時節，佢哋大家答覆咗用鳥哦，我掠下嘅年紀為貼撇去學條鳥兒來做伴。我大家有想過冇？樣樣要咧照顧佢、了解佢，留佢本意就啲強下來做伴，長長久久啊！所以特別要按用嘅一個協會嚟貼撇咧，大家來分享來教你了呢件事情。所以大家咧分享啲見解，提起解來賓，以及理解台灣神鳥協會嘅理事長魏然亨利分享。大家好，我是圣猫协会的执行长魏彦腾，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客家的乡亲朋友介绍我们圣猫协会。分享住喊狀嗬，聽你來分享呢個天界來賓哦，佢係咧喺協會嘅主講田青梅田太仔分享。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聖貓協會嘅主講田青梅，當歡喜來到也俾大家分享。分享。大家有發現嗎？這個聽鄧大姐講客語，人家在聽播音員講客語，對不對？鄉親朋友大家好，分享就很標準。其實鄧大姐其實也是我們的新傳師，從冇黑嘛哈。顧總，你給客家話真言講情況，我講呀有一些壓力，我現在有一點點壓力，感覺老師在我面前按用給感覺。不過大家會想到，剛才因為聖貓協會聖貓用客家話講就比較難，對不對？因為佢可能會文讀。對，黑貓就會講，因為腎是野味嘛，你總得講野味貓，用挺奇怪，從嘛，故作可能有某種嘅講法，聖貓，聖片貓，對哈，所以唔過呀，這也是跟觀眾朋友分享，你看，在節目裡面還是可以不斷的精進我們的客語，是這樣哈，而且執行長這樣聽習慣嗎？有學到聖片喵，對不對？你看，學習客家話，客家話就會按用你在生活裡面慢慢的學習。不過公司他經真的請訪去做的有像都理事長還有鄧大姐來都鴉片同大家來講聖貓協會的故事，好不好？所以大家一開始就會先一頭霧水，什麼是聖貓協會？我們常常講到這都是什麼什麼協會，可是是聖貓。野味貓協會、聖片貓協會，可不可以請理事長幫我們講一下？其實聖貓協會其實就是家裡面的貓咪，它得了腎臟疾病，我們這些家庭組織起來的一個自發性的團體。那以前呢，在我們還沒有組織之前，台灣大概有3個不足的地方促使了我們組織這個協會。第一個就是動保的環境，是動保環境，你會發覺說，大部分的動保團體都在照顧流浪貓狗。對，那像我們這個在家裡養了10幾年貓咪的家庭，貓咪出了問題的時候，我那時候要打電話問誰我都不知道。對，那所以那時候動保環境是這樣子。是。那第二個就是醫療環境。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一個老年人，我們的家的貓咪都算老年人了，得了老年的慢性疾病的時候，人類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治療計劃。可是呢，在發生在老貓身上，可能獸醫沒有那麼多時間來做衛教，或者有治療計劃很詳盡的解釋給大家知道。對。然後第3個就是知識，就是我們找不到正確的衛教知識，就只好上網去找。可是上網有很多陷阱，那常常有人就不小心把貓咪搞得更糟了。是，对，因为有时候在網絡上面你得到的訊息不一定是絕對的正確，就看自己有沒有足夠的獨立判斷的能力去判斷。不過太卡有糖豆，其實就像那個執行長講的，因為有時候現在的貓已經不是像以前在鄉下只是一個好像路邊的小野貓或什麼，現在好像是自己陪伴的好朋友的這樣的感覺。所以執行長講的就像是我們現在也是在推行我們的長照計劃，有沒有？但是如果家裡的貓已經陪伴你15年了、16年、17、18、19，那它其實也會有這樣的需求，從某。所以其實嚴格講起來，我們要怎麼樣，好像是預防它，或者是它真的到了這麼老的時候，你要怎麼樣跟它一起共同彼此陪伴。對。到那個狀態嘛，對不對？所以這是這個協會現在很努力在做的事情。不過，執行長自己的貓好像也很多年了，對嗎？我自己的貓咪，18歲，然後相當於人類90幾歲。
然后他也是肾脏疾病嘛，然后大概前后照顾了他大概1年多的时间。对，那其实我也是在医院里面才知道说，原来现在的大家都把猫咪养到这么老，然后都发觉有肾脏疾病。对，然后因为我本身自己其实是念食品营养相关的，对，那我照顾猫咪起来其实比别人得心应手一点。对，那所以我后来因为猫咪走了之后，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忧伤。是，那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自己也会做网站，我就自己把我会的东西把它弄在网站上面。结果这些猫友看到就觉得说，那我们就来弄个协会，一起来弄，对，因为其实有养猫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其实有猫诶。这个野味偏黑青洋葱给问题，因它饮食的关系，猫咪要吃肉，对不对？然后补充它蛋白质。可是你黑公某一空自己没有去帮助它的这个，未来这个猫咪得到这个野味偏黑问题被青豆够青洋葱，对不对？所以这个邓大姐很熟，对不对？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跟观众朋友来讲一下，其实要注意一下自己家里的猫咪，黑没有野味偏黑问题，什么？就要种虾给按养你，像你要卡学跟猫诶，这种当初发现到初期发现到，你阿猫会讲，因为我冇想食东西啊，然后又精神唔好，又见上水冇，然后又见渴，动最后又见食水，又见屙尿，所以按样做，古时按样讲嘅体重都见降下来，也系唔过也就枕头冇乜嘅清楚啦，冇乜嘅當明顯啦。古時候你做嘢，接上我冇發現到嘢事情，所以呢可能冇講清注意，個撒下來呢係冇注意到嘅，淺淺嘅。变得很严重，是这样子哈，对不对哈？渐渐变到看洋葱了，错，要做黑起看洋葱的问題，係做盤咯，微酸因為高度哦，還有再可能會爛皮，還會當無啲按樣當酸藥啦，還會閉結，還會按樣無松松按見很見叫啦，做按當無吃鹽按樣，還有唔肯食東西哦，還會按樣促進哦，還有可能上次會血壓太高，會變到目睭看唔到，失眠睇嚟。個有的會我食個貓砂，佢哋講係去洗講係鳳毛奶嘅病，好也都有可能就有講係貧血，有講係欠血的枕頭，所以會去舔那個水泥牆。对，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可能是想要借由在舔的过程当中获得一些铁的成分来补血，这个原因不明。是因为其实刚才邓大姐讲到青豆，按用给针头给时间，不要说猫咪，其实有时候这是要非常细微的观察，尤其是初期的症状。然后跟没有，其实你要用，有时候人自己有这样的慢性疾病，你自己有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有这么细节的观察？黑某的黑起给时间，有时候常常都太晚了。就像执行长今天会不会有按用给下飞，就会讲过，他给发现给时间，其实已经太晚了，太晚了，对不对？哈，是不是很多人发现说，哎呀，我跟没有有问题，结果送去可能都已经肾脏疾病第3期了，对不对？都3、4期，现在目前大概有症状送去都是3、4期了。那其实现在可以早一点发现。对，所以其实刚才就像邓大姐讲的，同台卡分用按用给针头，意思就会讲，黑讲有用没有？你在家里其实可以观察你自己好朋友的状态，因为他又更不会说。我们人类没有去观察，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说，我们自己都会疏忽，何况是没有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用一共圣猫协会要特别在这边同所有给乡亲朋友来分享给建议也是低鸦片。不过你们是不是也有推居家医疗？这个部分其实它叫做居家照护啦。是。那因为目前台湾啊，应该是说全球在治疗肾病猫咪都是用支持性的疗法，那主要是帮助肾脏的代谢，好让它的毒素早一点排出去。所以我们在家里可能会帮猫咪打皮下输液。是。那对很多饲主刚开始都觉得是一个很残忍的动作。可是没办法，如果你要让它有好的生活品质，因为它已经到肾衰末期了，你必须要这样做，其实它身体是会比较舒服的。但是可能有些人因为不知道原来
这样子做其实是来减缓猫咪的痛苦，以为这样是增加痛苦，其实应该是要看猫咪的病况，听从医生的指示，不要说自己的主见去影响到了猫咪的治疗。所以你除了遵从医嘱之外，就像厂中供给你在家里，其实你自己可以去学习。对你这么做，其实你替他注射的话，是协助他在后期的状态比较舒缓，也比较舒适。是的，对，哇，这个要去哪里学？就是你只要一般来讲，就是你依照病况，医生会跟你说，你的这猫咪很适合在家里，可能要打皮下注射，是，那医生要教你。那目前呢，其实很多医生在兽医师比较忙啦，因为不像一般大型医院可能有层层的制度，比方说护理师会帮你做卫教，兽医师很忙，什么都要自己来，所以他有时候在指导上面，在教育上面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说，如果你家里面有生病的猫咪的时候，你多花一点心思，跟医生多问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对，所以执行长其实就是慢慢的会提醒大家提醒大家还有嘛解问题的本大家都了解，大家先了解，你等下长怎来讲。东方宇宙在绕墙道，你推翻嘅是鸟协会嘅行总，然后你嘅职工平台这类的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哈。说真的，就是说现在不管是狗狗也好，猫也好，其实对于人类来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好像只是一个朋友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生命中的陪伴。好，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刚才警长有提到说，哇，这个猫咪其实陪伴了你10几年，然后今天因为这么多有心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协会哈，然后呢，刚刚也跟大家分享说，其实真会注意一个事情一抖哈，不过在这边很有趣哦，因为警长有讲到说，有时候你上网爬文可以请资料给时间，有一些资料你可以按真口，所以你们网站的资料应该是正确的哈。我觉得，因为我们有让兽医师审过哦，对，然后我们自己又去加了一些。像我们1、2年以来照顾的这种小技巧在里面哦，真的吗？譬如说要帮猫咪喂药，市面上的那个喂药器啊，对，可能真的很不好用。那个可能你猫咪临时生病的时候还可以用，可是像我们这种得慢性病的猫咪，每天要喂嘛，所以它一定就不准了。对，对，所以呢，我们就要自己去发明那个好喂药的喂药器，我们就分享给大家。所以这是自己发明自己做，对。所以不是到外面可以买到的。没有，我们就教人家做，然后你不会做没关系，到我们网站我们会寄样品给你。哇，好棒哦！所以拿到样品之后，你如果真的就可以自己照着那个样品。如果你懒得做没时间做，你就一直来索取样品就好了。对。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其实你们有一个知识库，对不对？所以古州黑公牛嘛，该疑难杂症，你真研究都得怂恿一款，所以我们就只要在你们比如台湾肾猫协会里面，你们的网站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对，就有一些认识疾病，然后照护的知识，然后甚至怎么样帮猫咪做懒人餐。还有懒人餐？对，譬如呢？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肾脏疾病，不管是人猫狗，都要做低蛋白的饮食控制，那可是猫咪的主食是肉，对所以你降低了蛋白质之后，它营养就会不够。那所以我们就会发明一些比较简便的你能够让猫咪吃到低蛋白又营养够的方法，对，就有那种懒人食谱出现了。那这样子你就不用每天就是很忧愁在想说猫咪不吃饭，对，营养不良、热量不够，应该怎么办？对，唔单像爱鸟你大家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真的好有趣哦，这个可不可以请执行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在医院推的一个活动，叫做友善动物医院。那为什么叫做友善动物医院呢？我们真是希望跟医院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循环。因为刚刚有讲到兽医师比较忙，他可能能够做到的卫教指导没有那么多。那我们就希望说呢，这张海报放在动物医院张贴的时候，让大家知道说，
你家如果有生病的猫咪，没关系，你扫 QR code 进来我们的协会，你可以看到我们照护知识库，那可以帮忙兽医呢减少这个卫教上的负担，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友善的一个循环，我们叫做友善动物医院。那请问一下，你们后来把这个台报跟这样的连结拿到那些兽医院的时候，医师有没有很开心？一刚开始没有，我们每次打电话去就被挂断，说你们什么协会？因为其实大部分台湾并没有照顾家庭伴侣动物的协会出现过，那都以为我们是照顾流浪猫狗的，那其实都会以为我们去要资源啊，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其实是给他资源。我们这边已经做好卫教了，那就麻烦你如果你们有病人啊，就来我们网站上看就好了。他这种感觉就会按用，你可以跟你带你我下跟没有去看病的时间，可能跟医生很忙，有没有？请某行的时间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我们上面有很多东西都在搞你比如说连喂食器都有懒人餐也有按钮给联合起来，其实那个力量就变得更大了，对不对？医院其实是一个很精准的医疗的一个服务，对，但是你这边可以告诉你很多居家照护，对不对？好，古时亚就会我们所谓的这个上网推荐好医院，毛小孩看病真安心这种友善医院，现在 OK 了，超毛亚。现在 OK 了，而且现在大概现在应该一直要打电话给执行长叫你来了吧？我们现在已经咨询都接不完真的？对，咨询都接不完，对，大家就是问题很多，可是听诉苦的会比较多啦。其实大家以为我们是在救猫，对不对？其实我们负担人的心理压力更多。这个本来有个问题，大家讲等一下来讲一下。不过，既然执行长提到，我就先跟大家讲，其实你知道吗？动物是一个很棒的陪伴，可是其实很多人不敢去真的找猫也好，还是狗狗也好，因为其实有因为它离开了，那个心路历程，你要面对它离开，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所以这个你要执行长要现在分享吗？我先讲一下，我现在回家，我要转移给时间，我会经过一条马路，然后到了大概每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一个主人带2只大狗，然后就会在旁边散步。但是我走在看到给狗狗有没有已经好老了，青肉我觉得它真的已经很虚弱了。所以我每天经过那里看到那个主人跟那只老狗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我经过那里的时候会少一只老狗。然后我看到那个狗狗的脸，我就想天哪，我俺不用个三，俺不用一面对一敌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看别人我都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了，更何况黑公你气嘎。有猫咪有狗狗要怎么办？不过这是一个友善医院的部分。听说不只是这样，你们还有推一些周边的爱心的一些商店作品或是商店，对不对？对。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不是要盈利，就是因为协会成立以来，就是有很多人来跟我们求助。那我们刚开始就发觉说，其实有很多人因为是养猫养了10几年，可是他可能家里面的经济能力没有办法去照顾到这一只猫咪所以他会很心痛，因为只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那可能猫咪就可能会这样子就走掉了。其实那个心理负担很大，那常常会有人啦。刚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常会有人笑我们，就说你没有钱就不要养猫啊。那其实这是很残酷的一个回应啦，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10年前我养了一只猫，10年后我会是一个贫穷的状态嘛。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就会去接触有一些中低收入户的个案。对，然后开始我们其实也都是靠这些猫友比方说有一些猫友的猫咪去当小天使了，他家里还有留一些东西，他就会寄过来协会，那我们再转赠给这些弱势的家庭。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可是到后来累积越大了，我们没有办法靠猫友这样子捐助，然后来供应这一些补助的时候，那我们就想说，那干脆我们成立一个爱心商店。那把爱心商店的盈余呢也可以拿来补助这一些，那甚至这一些中低收入或比较弱势的家庭，也可以从我们的爱心商店买到价格合理，而且又是我们精心挑选过来的一些商品大家会比较放心，真的比较安心。对。从我邓大姐，你有看到那些商品吗？你有看到吗？那些真的太感黑公。用过的东西，还有其实含它轻厚的东西，大家把它集合在一起，给更
喊他有需要的人用哈，对，好，因为一开始我就问邓大姐说，大姐你自己还没请中医妹会，她说对，而且邓大姐也有朋友，好像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谁也是养了大伯台爸，他那只是扮演的19年哦，对啊，在台妹会导电一下，全部懂下呀。懂下呀，生意嘞，他有懂下，真的哦，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今天可以邀请到执行长来到这边，这样子跟台港安永分享真金亲有意思。其实你会知道哦，其实记得真金亲某含因为欧洲的事情贴斗因为整个台湾的资源到这一块，其实大家都还很努力，其实但是还是不够。真的还是不够。不过听说你们还有跟韩国的片商一起合作，或是给予协助，你们一起公播了一支片。对，它叫做《我是一只猫》。那它是讲韩国、台湾、日本这3个国家对待猫咪的态度。是。那其实在日本跟台湾算是幸福指数很高。你像在台湾，我们很了不起哦，台湾可能是唯一有像我们这样为了家猫而成立的一个协会。是。那我们真的把猫咪当家人。是。那我们提倡的就是要终养的一个概念。可是这样在韩国，它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就讲到说，韩国的猫咪有可能你死掉是丢到垃圾桶去的。哦。对，所以这个纪录片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说，其实3个国家不同的照顾猫咪的方式，然后他们就是发现台湾有我们圣猫协会，所以他就觉得说，来跟我们圣猫协会做合作，然后在网络上他免费的让我们公播了1个礼拜。哇，好棒哦！不过共识采访这对你来讲也是一种学习，我觉得对韩国也是一种学习，然后对台湾也是另外一个学习。你就会看到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不一样。对，那从这中间你再重新的反刍、重新的反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觉得常常不管是凤文雷兹是狗狗协会的也好，猫咪协会的也好，其实大家我觉得很重要的，除了你刚刚说的预防医学的概念，最重要的事情是那个生命的价值这件事情的教育。其实要从很小的时候根深蒂固就扎根在他们的心里面，一个生命价值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知道安永黑青葱的 OK。不过今日当番伊做的绕墙头徐行总来讲安豆，其实记得还有很好多个故事来分享聊下，你等下张总来讲。欢迎走在绕墙到台湾新谣协会界就行从老几讲天台这类的节目地图老台家来分享哈。其实广告时间我们聊那个猫咪也聊得很开心哈。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很多同事在家里也有养猫，你就会发现哦，如果喜欢猫狗的朋友们聊起来真的是很有共鸣。对，然后而且很有感觉。更重要的事情，就像上一段节目讲的，其实对你来讲，其实一些青春要给怎样，对不对？不过节目里来都亚边，邓大姐要帮我们分享。其实，在协会里面有很多的救援故事，从黑猫，你看亚边有准备一下，真的是你看太用心了，来看一下黑猫，对不对？你要帮我们分享一个案例，从某。一种，主要讲你，迄整个你去甲血管猫诶，迄讲有音乐安样，就讲。得到头讲的慢性肾衰竭以后，不幸的离开你，就讲也下个有的人会行唔出来，就会有个宠物丧失症候群啦。都像你形容的，迄你皮，如果你不卡人啦，迄真件高身体呢，我当唔判的。错，古时候呢就会嘿，看一下一下做的嘛。台湾一种其实这行中已经讲过的。嘿。药师补出嘛哈，有，刚才有中大苏一夫，迄讲就讲近几毛以后的人做的神枪，都要协助来神枪补出，像有的人送嘅罐头啦、营养品啦，做的去神枪，今仔救援，就像也下子网友讲的血库，迄讲真件。还没有哦，嘿，每位迄真件欠血，头我讲迄欠血，我来输血，像人爱输血，也真件网友，所以就讲也下迄讲真件每位爱输血的时间，就像爱慢耐最深啦，看那边用每位来，嘿，健康的每位来做点输血，差不多50cc 左右啦，不过亲来跟每位嘅躯体血型，像你血型好粗。
还有跟免疫反应，真紧。嘿呀，有时候我们人类都会知道个血唔拉用嘅时间，何况是吗？就像邓大姐讲的，其实就下边有青斗嘛，照护的咨询嘛，用餐啊，执行长想说电话都接到手软了，有没有按有给情形啊？然后急难救援啊，像弱势补助刚才有共斗嘛，就用过的商品啊，泥塑给商品啊，给到东西，好心理支持其实就会太感。其实都轻松要给部分哈，因为心理支持，我们来讲一下哦。这一段讲起来可能会很难受，不过这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不过讲之前还会分享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就会讲，有时候他会知道，因为你会面对狗狗或猫猫的离开，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不要养宠物好了。可是我曾经按有凶公，不过来访问给一给你就讲，他真的是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他说你担心他离开你没有办法承担，可是你有没有牛凶公某黑公你如果愿意养它，你是它一辈子你是他的一辈子，因为他可能是在你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不过你可以给一辈子，他一辈子都可以很幸福。你要选什么？听完之后，可能还是要让他幸福一辈子，他重要。不过亚就会太卡讲给心理的支持，都会有爱有给沟场黑某，最后是要重建。对，就要重建。其实这个部分。我们通常像我自己也是这样熬过来的。那我大概用了2-3个月的时间。那我的方法就是我尽量把一些避免掉思念它的方法。那像刚刚就有人讲啊，就是会把猫咪的东西慢慢的收拾起来，然后可能就是转正出来。那像我的方式是我把我的经验知识给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那有些人是走不出来了，我们协会里面大概。有一些人大概已经会有到忧郁症这个症状出现了。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如果真的这么难受，那就不要养猫咪就会啊。对。如果这样问，对不对？你看，你刚才就有人问啊，你都养不起，你为什么要养猫？所以这些像我这么心理健康的人，我猫咪走了2-3年，我到今年我才有勇气养猫。对，其实那个历程是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像我同事也都讲说，你的猫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不知道你这么爱它。对，可是事实上就是如此，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它就是它以你为天。对，所以你就是它最重要的依靠了。当它生病的时候，你做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可能你都很重要，你就会每天神经兮兮的去想说，我今天是哪里做错了，然后让他的病况更糟了，每天都会自责，所以那个压力很大，会累积下来。对，所以这种事情要怎么说呢？英语青豆跟你们讲，黑公你有爱用给负担，你有这样的负担，那你一开始就不要养猫。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不是。其实你要去想说，你能够去完整一个生命，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对，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狗狗的有没有？我就说，哎呀，要面对狗狗给离开，还是不要好了。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愿意领养它，你是它一辈子的幸福对不对？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按用给东西真挺黑可以啦。我是觉得根本一来都鸦片同太感的分用其实是很多观念的问题，对不对？就像今天看到邓大姐觉得很开心，邓大姐你一开始怎么会想要在这个协会当志工？还有吗？志工一开始有没有想要第亚非洲志工哦？因为之前啦，就朋友们有学过咩位嘛，要穷养哎样学了10多年，咩位就按离开时间，存的东西呢，就像有的是罐头啦，有的饲料啊，你们佢们穷养按捡出去啊，捡到下边地方去，所以按就大家都朋友就认识了才下边。就愿意爱用期，你就用功去周看的爱用，对不对？所以经常你们那边其实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或是很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案例？我们比较多的案例是就是刚刚讲的嘛，就是那些弱势的生猫家庭，那常常就是来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帮忙他们。那另外的部分就是像很多人会因为心理压力过大，然后常常需要我们的陪伴跟支持。那所以我们现在
协会刚开始没有办法做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去规划，我们将来我们会去规划比方说照护课程，包括就是这一些照顾者的支持团体。好，我们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让他能够出来透透气，能够跟人接触，不要每天跟猫困在一个病况里，那其实是很不健康的。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未来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在发展，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课程，然后，比方说是教他们怎么刚刚讲的生病的料理啊，那你怎么样把你的猫照顾得服服帖帖的？先等一下，好可爱哦。对，那我们不希望呢，照顾生病猫咪是一件很辛苦，那永远是痛苦的事情。人不要活得那么辛苦，我们应该是好好去想说，他说剩下来的日子不多了，那我们怎么好好陪伴他，让你跟他之间你们道别是无悔的。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听得我的心都跳得好快。你跟他的道别是无悔的，对，你叫无悔，无悔你就不会有遗憾。你都做了你也感觉到他幸福了，真的。对，因为你尽力了，对，你都做了，那有一天呢一定会来临，那你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是。对，那协会的未来呢？你还希望可以做更多什么样的事情，或是有没有什么规划？目前我们会希望就是说，尽量减少猫咪刚刚讲到的，去就医的时候才已经变成肾衰竭末期了。了解。我们现在是希望就宣导大家说，每年去做定期的检查。哇，这很重要。那我们协会的每年的4月，我们都会推宠物健检月。那今年办的还不错，我们都鼓励大家就是把你家毛小孩，不管猫跟狗，你把他的血检报告丢上来给我们，我们就有小礼物送你。哇是因为厂商啦，有厂商赞助。像明年我们这件事情要怎么活动，我也不知道，因为赠品还没有着落。对，好可爱所以其实今日绕墙到全行总，然后讲天台街呢度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而且我提倡了，该事情係讓大家來講一下觀念，係講你不還有養狗也好，養鳥也好，不管是狗狗啦，或是貓咪，我覺得下都是一樣的，就是它成為你生命中動從了該陪伴。不過其實大家還可以注意他們身體的健康的問題，而不是發現了才去做醫療，這樣就像健康總講，也有可能會太晚了。所以我們希望講，比如說每一年家裡有養猫的鄉親朋友，大家要注意當然該10年該時間經常講，其實有一個健檢月，對不對？所以大家就得注意你的鳥，係講當然要落去做抗健檢查，可能你是做得好做得發現有乜嘅問題，其實也是增加你跟他之間的各種的一個親密的關係跟親密的一個互動，對不對？而且你可以學習到說，你對你的爸爸媽媽也是這樣子，對，所以是一樣的，對不對？所以當然啲係讓大家來分享講，其實生命該價值，然後生命該寵擾，對，是一個生命，對不對？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去香總，然後聽他這一類的節目地圖，讓大家的分享，謝謝執行長。如果有新的活動，在這邊跟我們大家分享。好的，非常感謝，謝謝。嘿，所以希望呢，你家鄉親朋友你看，今年該復現來強弱收穫動態，聽下來，聽你先生在做認同了。